好，我爸前一步嘅张过身，请问我哋会用嘅判理继承登记呢？请问你有几多个兄弟姊妹？有参想好按样办来继承么？系大家平均分配，也系讲分本铺分嘅人。我哋讨论以后，决定全部分太高。哇，兄弟姊妹真好呢！人讲兄弟一条心，门前土地变黄金。人就要用分割继承嘅方式判理，也系登記嘅流程圖，要準備嘅文件有：批繼承人除負戶籍謄本、繼承人戶籍謄本、印鑑證明各一份，都係提戶政事務所申請，也係土地登記申請書、繼承內通報嘅空拍表格，還有一份備上分割協議書，要本全體繼承人簽名。真印鑑章，我了解咧。有關備產稅，要到國稅局申報，也會有國稅局嘅聯絡電話，你做得先打電話去問。按指示。資料準備齊全以後，送來我哋也會送件後按鍵審核冇問題，5隻工作日內就做得來兩件倉，也到資料本帶轉去參考。提醒要提6個月以內審判繼承登記，希望會處於罰金麼？我知咧，承蒙唔嘅說明。